講個秘密俾你聽啊！聽聞男廁呢，吓？喂！聽聞廁所有隻怪獸啊！哇！聽聞男廁裏面有隻6腳嘅怪獸啊！哇！隻怪獸有6隻腳、6隻手同埋5個鼻㗎。哇！幾隊長有怪獸啊！怪獸？係啊！係咪前肢短小、後腳發達嗰隻啊？仲識噴火添？唔係啊！等我仲以為係暴骨龍添。哈哈哈！呢個世界邊有怪獸㗎？真係有㗎！哇！真係有6隻腳喎！哇！真係有6隻手喎！開門！開門！你哋已經俾我包圍啦！快啲拉開個門閂！你哋咁樣做實在太冇公德心啦！跟我去見劉主任。都反省咗咁耐啦，你哋知唔知犯咩錯啊？我哋唔應該喺個廁所入面玩，我哋唔應該霸住個廁格，搞到其他人冇得用。我哋知錯啦，以後唔會再犯。劉主任，請你原諒我哋以後唔會再犯啦。你哋要好好記住今次嘅教訓啊！不但要正確使用公共設施，仲要好好愛惜公物，知唔知啊？知道。其實我哋使用洗手間時，仲有好多要注意嘅事項。一，例如要輕輕地關上廁所門，避免用力過大，讓廁所門造成損壞。如果廁所門壞咗，我哋就少咗一格廁格用，為同學造成不方便。二，要正確使用馬桶。如果唔小心將廁格搞到好污糟，就要即刻請工友叔叔或姨姨協助清理。三，使用廁格後必須沖水，保持衛生。四，又例如我哋洗手時會唔小心將地面整濕，濕滑嘅地面容易讓同學跣親跌倒。五，仲有啊，有啲洗手盆嘅水龍頭係呢種非自動關水嘅設計，所以我哋洗完手就要記得將水龍頭關好先至離開，要節省用水。六，節省使用抹手紙，同埋用過嘅抹手紙要抌入垃圾桶。七，不可浪費大量紙張鋪在廁板上使用，更加唔可以將抹手紙抌入馬桶，因為咁樣會令廁格堵塞。如果嚴重堵塞，可能會令所有樓層嘅洗手間唔可以使用。八，每個廁格每次只可1人使用，禁止2至3人同時使用同一廁格。大家記住，校園是我家，齊來愛護它。